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强度风台灿树来到乡界界，气象局已经来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。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这个风台看起来是一个有威胁的风台。风台中心敢会登陆台湾呢？也有变数。讲以花莲、台东的烟花就北的几率来提悬，嘛无排除会登陆台湾。啊，这个北部甲东部会来出现着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。明仔载到后日是这个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阵，上紧等一个5点半，就会来发出着陆上的风台警报。啊，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恒春半岛沿岸就会开始来落雨。东半部明仔载这个雨嘛会落真大。后日礼拜，全台湾拢要严防风台的威胁。暴风圈圆过安静，灿秋变成强烈的风台了后，风台中心确实也过真明显。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这结果变较强，风台中心嘛较大。气象局伫透早5点半已经发布海上的警报，预计在今天的下午到晚间，有可能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。东半部北部地区跟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。目前灿秋风台伫越南片的南东风差不多是600公里海面上，时速差不多是17公里。估计8到9礼拜是上挖台湾的时阵，就有可能为花莲、台东的烟花上北，也过无可能会登陆台湾。这样的可能性，台风登陆是有可能。那至于在哪里登陆、何处登陆，其实是有变数的。我们还是。依照目前各个模拟路线来看，气象局甲日本、香港认为讲，灿秋风台会往东部的海面扫过。美国、韩国这是估计会为巴士海峡登陆东南部一带，入来台湾了后，再过上北离开。接近中心的地方呢，有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北海岸、东半部、中南部沿海跟澎湖、金门，一定要特别留意长浪的现象。为沿岸开始，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都会出现短暂的阵雨。明仔下晡雨会愈来愈大，东半部会落西北雨，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嘛会落大雨。那礼拜是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尤其是东北部爱严防大雨。无论灿秋风台安怎行，暴风圈一定会扫到台湾。提醒乡亲一定要做好相当的准备。